為配合公共採購法及公共採購法施行細則，於2026年9月1日生效。公共採購網站已正式上線，供應商可透過以下渠道登記加入供應商資料庫，包括經商社通、一戶通、公共採購網站、財政局自助服務機。以下為相關操作流程。第一種，已持有商社通或一戶通賬戶嘅供應商，可直接經公共採購網站點選商社通、一戶通，登記加入供應商資料庫。此外，亦可透過商社通、一戶通嘅移動應用程式及網頁版，搜尋供應商資料庫作出登記。用文具公司為例子，於公共採購網站登入後，點選上登記嘅商號，即可開始辦理。資料庫會根據納稅人在財政局嘅稅務登記資料，自動推薦分類供應商，需仔細勾選具備供貨或提供服務能力嘅分類，亦可透過搜尋欄輸入關鍵字，經推選相關分類後，再仔細勾選確認。進入信息確認頁面，查閱基本資料，填寫重要信息，當中嘅傳真、電郵，日後可作為公共部門收發投標邀請書之用，亦可以用嚟接收訂閱公共採購資訊，提供嘅資訊越齊全，更便利於聯繫。進入預覽頁面，確認資料無誤，點擊提交。如資料齊全，畫面會顯示完成登記。持有一戶通或商社通賬戶，無論係登入渠道、日後更新資料或查閱採購資訊等，都更為便利。第二種，未有商社通或一戶通賬戶嘅供應商，可透過公共採購網站點選其他方式登記入庫。以法人為例，首先於畫面點選個人企業主、法人，輸入納稅人編號、營業稅檔案編號，並上載所持有嘅營業稅、開業、更改申報表或營業稅徵稅憑單。隨後仔細勾選具備供貨或提供服務能力嘅分類，查閱基本資料，填寫重要信息，當中嘅傳真、電郵，日後可作為公共部門收發投標邀請書之用，亦可以用嚟接收訂閱公共採購資訊，提供嘅資訊越齊全，更便利於聯繫。確認資訊後，點擊下載系統自動生成嘅登記申請表，將申請表列印，並由納稅人或法定代表簽署蓋章。將經簽署蓋章後嘅申請表掃描或拍照，透過上載已簽署嘅申請表功能，上載至資料庫中，點擊提交，申請結果將發送至已登記嘅電郵。已登記供應商如需修改分類或聯絡資料，可於網站首頁按選驗證碼登入，憑登記時填寫嘅電郵，收取驗證碼登入後進行更新。第三種，於財政局自助服務機登記。個人企業主、自由及專門職業者，如未有一戶通賬戶，可親臨財政局大樓，在指定嘅財政局自助服務機屏幕點選登記，並插入身份證完成身份認證。系統會自動匹配稅務編號，並顯示可登記嘅分類，請仔細勾選具備供貨或提供服務能力嘅分類，查閱基本資料，填寫重要信息，當中嘅傳真、電郵，日後可作為公共部門收發投標邀請書之用，亦可以用嚟接收訂閱公共採購資訊，提供嘅資訊越齊全，更便利於聯繫。確認並點擊提交，即可完成登記。已登記嘅供應商亦可透過財政局自助服務機，以身份證及生物識別登入，選擇資料更新服務，自助修改業務分類或聯絡資料。以上係供應商資料庫登記嘅操作流程。